Hello，大家好，唔知大家而家仲有冇睇新聞嘅習慣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喺香港有咁多新聞 app，大家又習慣喺邊一個新聞 app 度睇新聞呢？今集節目就同大家探討一下。香港依家有成10幾20個新聞 app， 係嚟自唔同電視啊、報紙啊，甚至網媒都有出新聞 app。大家有習慣睇開邊個新聞 app？ 不過大家可能唔會第一時間就會諗到無線新聞 app 嘅。可能大家近年對無線新聞 app 嘅最大印象就係瘋狂洗版、亂咁彈通知。無線新聞 app 最近有更新咗，喺3月21號就變成無線新聞加。仲加入咗唔少新功能添，一齊睇睇。中意我啲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，就記得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嘅。講少少無線新聞 app 嘅歷史先。無線新聞 app 就喺2012年正式誕生，就免費俾各大市民下載。呢個係無線新聞部官方推出嘅手機應用程式。同其他新聞 app 一樣，可以第一時間掌握本地、兩岸、國際以至體育財經新聞嘅。由於初期並冇太多額外嘅功能，亦都冇好似同期一啲新聞 app 咁，用啲咁搶眼嘅標題同內容去吸引大家，所以使用流量就冇其他新聞 app 咁搶眼。到咗今年3月，無線新聞 app 升級為無線新聞加入咗唔少新內容同埋新功能，仲大玩 AI 元素。今次目標非常明確，就係佢唔想再成為一個普通嘅電視新聞 app， 想成為一個全面嘅資訊新聞 app， 越嚟越似一啲網媒嘅網絡新聞平台咁樣。唔知又能唔能夠吸引到大家下載使用呢？不妨留言講講。其實小編咁多年都有下載無線新聞 app 嚟使用，除咗用嚟睇新聞之外，仲有另一個實際用途，就係營運我另一個專業嘅素材。小編有營運嘅專業就係有圖有真相，呢個專業主要就介紹本地嘅新聞主播及記者嘅最新資料，仲會有娛樂消閒嘅內容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 follow 下，支持下啦。睇返無線新聞加個頁面上面2行分類，就可以等大家睇到唔同種類嘅新聞，例如港聞啊、兩岸、國際、財經、生活嘅新聞都有，而且亦都可以睇到最新同埋最熱門嘅新聞，有啲仲會有專門分類。第一個新功能就係除咗可以好似平時咁睇啲正經新聞之外，想睇啲輕鬆嘅話題呢，依家呢度都可以幫到你，有生活娛樂2大新主題。先睇生活版，有最新飲食旅遊情報，仲有文章照顧你身心健康。哇，點解越睇越似嗰啲 U 咩 style 同埋咩假期？除此之外，呢度仲會有一啲 IT 趣聞，可以睇到最新科技。仲有呢一個智軒百子櫃，顧名思義就係講健康養生，特別係中醫。除咗生活飲食、醫療科學，就連娛樂都有。呢度有最新嘅 TVB 娛樂新聞、劇集花絮，連專訪都會揾得到，照顧唔同朋友所需。哇！呢個有啲似 Now 新聞喎。仲有英文字 news 係咩嚟？就係英文版嘅新聞資訊，可以照顧唔同朋友需要，順便可以學下英文添。新功能當然唔止咁少，再同大家睇睇喺呢堆新聞專題旁邊就有4個新內容，包括有聲畫導讀、專欄來論、1分鐘話你知，仲有國際關係添，仲有天氣家族可以睇天氣啦，同埋報章要聞。首先介紹下聲畫導讀，每日接觸唔同新聞大事，如果又想再知多啲深入嘅分析，呢個欄目就可以幫到你。除咗有文字內容，仲有影片睇，仲有主播同大家講。係減磅。悉尼大學臨床試驗顯示，參加需要注意2點，必須喺斷食後唔過度進食，而斷食可能導致肌肉。除咗有片睇之外，如果嫌文章太長，仲有一個方法可以打開 AI 摘頁，用 AI 同你揾出重點，好似懶人包咁。聲畫導讀隔離就有專欄來論，就好似睇雜誌嘅專欄咁。佢邀請到唔同專業界別人士，例如律師、地產公司老闆、
資深傳媒人等等。等大家除咗可以了解時事，亦都可以留意唔同觀點。內容呢唔單止有新聞時事，亦都有生活消閒類別。等大家一度睇一邊增長知識。依家又好興懶人包啊，一文看清乜乜乜乜啊咁樣。呢個新聞 app 都會有。呢個1分鐘話你知，就係等大家去用一個最短嘅時間去知道最新嘅時事資料。例如呢一個財政預算案收入來源，等大家可以用最短嘅時間去吸收最多內容。內容輕鬆啲又有趣啲，大家會容易明多啲。依家全世界嘅事瞬息萬變，都唔可以話唔關我哋事。呢個國際關係就可以再睇多啲國際事件嘅深入分析。仲有一個功能叫做聽港聞，可以聽住咁去留意全日嘅新聞重點啊。購物涉事嘅日月星旅行社位於尖沙咀，旅監局發稿話，旅行社喺今年1至3月涉及4宗威逼內地團旅客購物嘅個案。局方調查期間，今次更新好強調大用 AI 功能。除咗頭先嘅新功能有用 AI 之外，你諗都諗到呢啲影片都會牽涉到 AI 嘅。停接觸戰爭資訊，見到好多暴力，但又覺得對身體有益。國家地理雜誌就整合咗專家意見，剖析斷食嘅真正效主要嘅好處係減磅。悉尼大學臨床試驗顯示，參加者6個月內減咗大約8%嘅體重，但需要注意2點。多早熟嘅果實被譽為天然維生素丸，富含維生素 C、鐵、黃酮類及多糖成分。中醫認為紅棗味甘性溫，具備補中益氣、養血安神、健脾養胃等。除咗段影片係用 AI 製作之外，大家估下呢把聲係咪真係主播去親自錄製嘅呢？答案原來都唔係親自錄音，而係用 AI 生成嘅。個 app 咁多 AI 功能，就令我諗起上年睇新聞女王2電視台用 AI 主播嗰條橋。會出現呢？不如等你自己講下。大家好，我係文慧心。好耐冇見，我係梁景仁。共度半世紀嘅變遷，觀眾嘅所需係我哋進步嘅動力，所以我哋借助咗科技，將不可能變成可能，將近10年嘅新聞素材，超過5萬小時嘅錄音片段輸入咗電腦，合成出像真度極高嘅 AI 主播。AI 主播並唔係新鮮事，好多新聞 app 都可以睇到新聞直播，無線新聞 app 當然唔例外，可以24小時睇到83台。如果有其他突發新聞，當然亦都有直播可以睇得到，就唔怕俾廣告打斷。不過呢個功能喺以前都已經有噶啦，講唔上係啲咩新功能。以前仲可以睇埋財經台嘅直播添，依家都睇到，即係 TVB Plus 啦。稍為新少少就係同步直播6點半新聞啊、晚間新聞咁樣樣。唔知大家又覺得好唔好用呢？不妨講講。個 app 中間有個叫節目嘅掣，裡面就可以睇翻晒各個頻道嘅唔同新聞節目，呢度都可以重溫翻嘅。無論係翡翠台嘅新聞啊、天氣報告、財經透視啊，以至到去到 TVB Plus 嘅財經嘅節目啊，呢度都可以重溫得翻嘅。不過有限制嘅，大概咧應該只可以係2個月內嘅節目先可以睇得翻嘅。議題呢一個掣其實都唔係咩新功能嚟嘅，以前嘅新聞 app 都會有，都係按住唔同嘅時事議題，可以一版睇晒全部內容啊。除咗時事呢，生活娛樂呢家都會有，越睇呢就越覺得好似01咁嘅樣。不過呢個呢，其他新聞 app 就未必會有。我見到一個議題叫做 TVB 新聞主播，我就撳去睇啦。原來有齊晒依家 TVB 現役嘅新聞主播嘅圖片同埋佢哋一句説話喺裏面，而且呢部分呢仲會見到佢哋曾經採訪過報導嘅影片添。喺咁多位主播裏面，唔知大家又中意邊一位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下喂。雖然 TVB 新聞加 App 係3月21日正式使用啊，不過喺開場嘅時候都講過啦，因為小編營運專業嘅需要啊，所以其實都經常用到無線新聞 App 嘅。喺3月21日之前呢，就已經可以升級做成為呢個 TVB 新聞加呢個 App。
都叫做可以優先使用呢個新 app 嘅全新功能啊。不過呢，用咗咁耐呢，後來先發現有啲功能呢就已經靜悄悄咁消失咗。大家又估下係咩功能啊？俾3秒時間大家估估。答案就係昔日新聞搜尋功能啦。雖然而家都有新聞搜尋功能嘅，但係以往呢，原來仲可以按日子去搜尋啊。依家喺手機 app 度呢，已經揾唔翻呢一個功能。後來我發現原來喺網頁版呢，原來仲可以按日子搜尋昔日新聞嘅。可能好多人都覺得按日子搜尋其實冇咩咁特別，但係我哋營運專業嘅時候，可能係需要按翻日子去揾翻當日嗰篇新聞，先揾到嗰個記者嘅圖片。所以呢，其實係有一定嘅作用。更新功能呢，就講到呢度。講到尾，大家對新聞 app 嘅要求到底係咩呢？究竟係最多最新嘅內容啊？好似其他新聞 app 咁，內容夠多元化，除咗本地時事、兩岸國際，仲有啲娛樂新聞啊？定抑話係要內容真實、專業、夠客觀？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嘅。咁亦都見到本地唔同新聞 app 都有各自嘅堅持。好似電視台嘅新聞 app 咁，都係除咗鬥快之外，內容亦都要夠專業夠深。報紙一向呢就要有花心力做啲夠深入嘅新聞，但亦都有礙人手資源嘅原因，鬥快就未必夠其他電子傳媒咁快。雖然夠專業，但影響力就有限。以往報章界嘅一哥，亦都積極轉型向網絡發展，希望能夠順利延續媒體嘅影響力。提供咁多內容呢，當然成本亦都會唔少啦，回本能力呢，亦都係一個問號啊。所以唔同媒體近年業績呢都係比較麻麻地。總括嚟講，今次無線新聞 App 大更新，加入咗唔少新嘅功能，包括 AI 功能，的確係令到內容更加多元化，更加多嘅互動元素，睇得出 TVB 有決心發力想追趕其他同業，希望連新聞都可以有領先嘅地位。當然呢個新聞 App 仍然都仲有進步嘅空間，對比要快要新，我覺得專業客觀會更加重要多啲。今次嘅分享就講到呢度，唔知大家對新聞 App 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講講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仲要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呢，佢就會通知你㗎啦。